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00天。前线共发生170起战斗。就在9月6号俄罗斯的这个评论员哀嚎称在多布罗波尔方向，乌克兰军队正在对俄罗斯士兵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他们被驱赶进去可以预见的肉体冲锋，而他们欣然进行向地狱，指的就是那个地方波克罗夫斯克有一条死亡小路俄军的这些小分队在乌军的大炮和无人机前死伤严重的一个营可能会死170到180人。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乌军的第425突击团在波克罗夫斯克一次俘虏26名俄军士兵。俄军将各地的精锐部队比如说15陆战旅等，从苏梅、扎波罗热还有什么克里米亚、赫尔松等等抽调至波克罗夫斯克，集中将近10万人，试图要发动秋季战役。俄军的秋季攻势主要目标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不过鉴于俄军目前的战斗力，尤其是不能再像战争前2年那样肆意倾泻炮弹，只能用伞兵去填坑，所以即便是乌军现在面临步兵不足的问题，俄军能否达成这一目标很不乐观。同时乌克兰国防军还正在向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推进反攻行动。俄罗斯军队已被赶出新经济工业区，乌克兰军队已推进至拉金，乌克兰国防军已突破新托列斯克，扩大了定居点周围的灰色地带。乌克兰的第15独立炮兵侦察旅叫黑森林在前线摧毁了俄罗斯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叫布克 M2 的发射装置。乌克兰导弹击中目标的附近，但碎片散落，引发了布克的剧烈爆炸。此套布克 M2 发射装置价值2500万美元，也是高价值目标同时乌军正在重点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叫资产，实际上就是大量的俄军的雷达，使得 TB-2 无人机能重新进入前线进行打击，为下一步乌军的战斗机飞越克里米亚打下基础。不久的将来F-16恐怕就要在克里米亚上空执行作战任务。在别尔格莱德前线，乌军袭击了别尔格莱德州的新彼得罗夫卡，重点打击对象为俄军第41摩托化团的指挥学校，该建筑已在空袭中被完全摧毁，数栋大楼坍塌。同时乌军的无人机继续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伊尔斯基炼油厂，该厂占俄罗斯炼油总量的 2.47%。 在此次袭击之前，乌克兰表示他们已经摧毁了俄罗斯超过 25% 的炼油产能。无人机还打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也就是乌军打击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是在持续不断的。根据乌克兰媒体叫防务快报9月8日获得的导弹碎片分析显示，9月7日夜间大规模空袭中，一枚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K 巡航导弹击中乌克兰的内阁大楼，导弹携带一枚450公斤的弹头，但未能引爆。这一发现推翻了此前关于基辅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遭沙赫德无人机袭击的猜测。调查人员证实该大楼是遭俄罗斯伊斯坎德尔作战战术导弹系统的一部分击中的。防务快报指出尽管弹头没有爆炸，但导弹油箱中的燃料被点燃，导致内阁大楼上层发生火灾。乌克兰空军报告称，俄罗斯在袭击中发射了9枚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其中4枚被拦截。也就是昨天媒体报道是乌克兰的这个政府大楼遭到沙赫德无人机的袭击，现在看不是是一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了这个大楼。所幸是它的战斗部没有爆炸，战斗部是450公斤，但是由于它油箱发生这个爆燃引起了大楼上层火灾。乌克兰外交部组织60个国家驻乌克兰使节参观9月7日遭俄军袭击受损的基辅政府大楼。外交部长西比加表示，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向外交官们阐述了政府保卫乌克兰的措施。内政部长伊霍尔·克里缅科则介绍了袭击后果以及救援工作情况。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里维登科在办公室发表讲话，呼吁盟国协助关闭乌克兰的领空，也就是在乌克兰实行这个叫禁飞区这就是这个双方在前线
线的一些情况。俄罗斯在夏季攻势失败之后啊，可以说是一无所获。现在重点是秋季攻势，重中之重啊，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7日报道说，这个自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被广泛应用后啊，许多国家都希望从乌克兰进口具有尖端技术水平的无人机。美国媒体称啊，在俄乌冲突期间，无人机因成本低、杀伤能力强等优势被乌军广泛使用。由于这些无人机的持续被运入实战，战场提供的反馈让原本需要数年的技术迭代周期被缩短到数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款无人机从被投入使用到技术迭代只需要6周，6周后这款无人机或许就已经过时了。有些业内人士表示啊，快速迭代的乌克兰无人机吸引了全球多国的买家，其中远程攻击无人机、海上无人机以及有先进电子战能力的无人机是多方抢购的主要产品。这个乌克兰可以说是越打越强啊，越打它的武器还要出口。报道称啊，目前乌克兰有约500家无人机生产商，但无人机出口仍被严格管控。一些无人机厂商希望乌克兰政府能允许产品出口，以获得海外资金扩大生产，就是这个通过贩卖无人机来壮大他们的这个工厂，好生产更多其他产品。这个根据德国政府啊消息人士透露说，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防空系统，以及为4个乌克兰机械化步兵旅配备所需的装备。也就是乌克兰至少啊未来会有4个新的机械化步兵旅要组建，而且清一色的是德式装备德械师。消息人士在志愿联盟会议后表示，他说我们承诺显著增加援助，特别是在武器系统和防空方面。此外，德国还希望支持乌克兰的进攻能力，例如协助生产高精度武器，包括远程巡航导弹。消息人士补充说这几乎意味着每年500台装备。英国的军火商叫 BAE 公司，当然了，它也是个军火巨头推出由无人机发射的低成本精确制导导弹，已于8月在澳洲成功完成测试。目前这款低成本精确滑翔武器大部分生产商生产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测试后，该项目团队负责人赞不绝口称，我们对该系统的精度感到欣喜若狂。该滑翔体的可以搭载7公斤至43公斤的有效载荷，用户可以灵活选择搭载迫击炮、127毫米炮弹、155毫米炮弹或定制弹药。发射准备工作简单快速，从组装弹药到输入坐标进入待发射状态仅需20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军火商给这个类似于155毫米的这个炮弹上装了一个叫滑翔套件。有了这个滑翔套件之后这个打的就更加精准。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套件就非常便宜，非常适合乌克兰战场延绵1000多公里战线上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说，武器不仅要好用，关键还要便宜。好用但是昂贵，那也用不起我们再看看这个特朗普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处于一场竞赛之中，乌克兰军队能撑多久与俄罗斯经济能撑多久之间的竞赛。这个昨天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就是普京是在赌乌军崩溃要早于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所以普京不停的下注。那个贝森特他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场竞赛中，就是乌克兰的军队能撑多久与俄罗斯经济能撑多久之间的竞赛。贝森特说如果美国和欧盟能够进一步采取措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2级制裁和关税政策，那么俄罗斯经济将会彻底崩溃，而这将迫使普京总统回到谈判桌前。但主持人追问他说美国政府现在是否准备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贝森特回答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好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但我们需要跟欧洲伙伴统一行动。特朗普呢，在面对记者的时候似乎也说了这样的话9月7号在白宫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已经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2阶段制裁，但是怎么制裁什么东西他并没有说，并且特朗普再一次表示说近期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在从纽约美网公开赛返
回后与记者交流时，特朗普补充说他说欧洲领导人将于周一和周二依次访问美国。访问美国干什么？实际上就是协调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于有可能到来的这个美国和欧盟的2级制裁，俄罗斯人怎么说的呢？这个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无论什么制裁都不能改变俄罗斯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意思。面对外界的压力也是面对在战场上俄军毫无建树，俄罗斯国内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首先是这个口炮界的天花板，伊哥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又出来放炮梅德韦杰夫声称芬兰要进攻俄罗斯，制造这种恐怖言论说芬兰要进攻俄罗斯，这个就是倒打一耙。同时这个俄罗斯总统助理俄罗斯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表示说一系列与水下电缆和俄罗斯舰艇相关的奇怪事件表明，西方已认真决定加大赌注，将波罗的海变成一场不宣而战的混合战争地点。也就是这个帕特鲁舍夫和梅德韦杰夫两个人一唱一和的宣扬这个俄罗斯即将受到美西方的攻击。同时这个久未露面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终于出手了这个卡德罗夫一出手就让普京难堪。大家也知道普京现在多多少少已经想跟乌克兰和谈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人挺身而出，这个人就是卡德罗夫。首先卡德罗夫贬低这个特朗普。9月8号，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是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仰慕者，也就是特朗普是普京的粉丝。卡德罗夫称特朗普借口谈判，实际上只是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搞得好像那个两个人谈恋爱，一个男的追女的，总是制造各种借口跟女的见面，要么是偶遇，要么是开会，要么是什么正好顺路等等。在卡德罗夫看来特朗普总是借着谈判为理由只是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个特朗普只是想静静的待一会儿，这个静静就是普京也亏这个卡德罗夫想得出来这个卡德罗夫进一步指出他说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特朗普打着谈判的旗号，只是想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与普京会面。卡德罗夫还暗示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提出让俄罗斯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个还没完这个卡德罗夫进一步指出，表明他的态度和立场卡德罗夫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停火和和谈，并声称坚决支持俄罗斯拿下整个乌克兰，让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地区。他说只有这样才是唯一可行的和平计划。这个卡德罗夫就是嫌普京死得不够快这普京刚有点想法想和谈，借坡下驴，结果这个卡德罗夫跳出来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和谈，必须要把乌克兰拿下，这就逼着普京接着打呀。明明在前线对吧，半年下来丝毫没有进展，还得逼着普京打，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所以这些唱高调的这些人，表面上看对普京忠心耿耿，实际上都是希望借这个美西方的手除掉普京以及普京势力，削弱的，好让这些人上下其手。当普京对俄罗斯失去控制力，那个时候就是卡德罗夫、梅德韦杰夫还有帕特鲁舍夫这些五夫一娃大展身手的时候，那时候俄罗斯就会群雄并起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叫拉夫罗夫的也没安好心9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向师生发表讲话。他这个讲话也非常的这个奇葩显得俄罗斯的这个逻辑非常感人。拉夫罗夫说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外界便预言俄罗斯将面临经济崩溃。他说但统计数据表示其情况恰恰相反，俄方无意报复任何国家，也不会疏远昔日的西方合作伙伴，但会考量其过往行径。西方国家要求他国放弃俄罗斯能源的行为，正在破坏俄方合作伙伴国家的经济，也就是西方国家的2级制裁破坏了就损害了俄罗斯合作伙伴的经济，好像人家不从俄罗斯买油就没地方买了，你说这叫什么逻辑？拉夫罗夫认为俄罗斯是越打越有钱，实际上俄罗斯现在呢，先不说有没有钱国内用的汽油那是越来越缺俄罗斯多地爆发汽油危机、燃料短缺的现象。俄罗斯最重要的官媒之一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莫斯科和萨拉托夫出现汽油短缺这个喉舌都已经开始报道了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加油站已经连续第4天没有汽油提供，从周五晚上开始
油位显示板上就只剩下波折号，也就是没有油显示啊。关于俄罗斯通过战争被削弱以后当普京的这个对俄罗斯的控制力变弱，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看一看这个肖玉教授他的观点。大家看视频。大俄那边的人是怎么看待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其实他们更多是把这两块地方当成自己的殖民地，类似于殖民时代英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态度。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领土面积为1276.59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占苏联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现在也占俄罗斯联邦总面积的2/3以上。但是西伯利亚和远东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存在过。对于俄国而言，它是一个巨大的亚洲殖民地，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和一个广阔的垃圾场。沙俄政府当年想做的就是把他们眼中的社会垃圾都给扔到西伯利亚去，这其中包括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政治犯，由他们对西伯利亚进行开发。19世纪中期，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得到了外兴安岭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俄国朝野中以外交大臣卡尔涅谢尔罗杰为首的保守派人士甚至反对俄国吞并黑龙江地区，因为一旦吞并就等于给西伯利亚这个大监狱开了一扇后门，犯人们很有可能沿着黑龙江前往太平洋，再经太平洋返回欧洲，给沙俄当局捣乱。这一点就说明了西伯利亚在俄国人眼中的真实地位。事实上，流放到西伯利亚腹地的人大都是贫困绝望的流浪者，而是靠偷窃当地老百姓和乞讨为生。这种惩罚性的殖民活动从未成为西伯利亚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反过来，随着流放者人数增加，这种制度日益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也使得俄国本土与西伯利亚的关系越来越隔膜。19世纪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聚集在监狱、矿山和偏远的定居点。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巨大的革命圣地。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高层大都有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莫斯科与西伯利亚和远东联系最密切的时候，反倒是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和远东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金属矿产。苏联时期，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和工业项目，对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开采矿产资源，发展军工产业等。具体的做法是，哪里发现资源就在哪里建立一座新城市。比如乌拉尔地区铁矿储量丰富，1934年苏联就在这里建立了车里亚宾斯克市，迁徙了大量工人开发这一地区，在这里建立了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乌拉尔汽车制造厂、乌拉尔汽车拖拉机厂、乌拉尔汽车拖车、乌斯季卡塔夫车厢制造厂、车里亚宾斯克端压设备厂。二战时期，车里亚宾斯克地区成为了苏联最著名的坦克生产基地。再比如说，沙俄时期所占领的中国黑龙江地区，蕴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锡矿和铁矿。1932年，苏联在当地建立了阿穆尔河共青城。阿穆尔河是黑龙江的俄语叫法，这里是苏联极其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共青城核心工业是船舶制造、飞机制造和钢铁冶炼，有来自库页岛的油气输入管道经过阿穆尔河畔，这也是贝阿铁路和区域重要性的公路运输枢纽。其实咱们国家1949年之后进行工业化建设，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比如东北的鞍山、阜新和大庆。大庆就是依托大庆油田所建立的新城市。当年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被调往当地，大庆市的居民也基本上都是由石油工人及其家属组成。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很多军事工业部门在新兴市场经济中被淘汰，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很多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受不了恶劣的气候条件，又大批迁回了欧洲。很多在苏联时期繁华的城市，现在都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城。我在莫斯科待过，我跟当地很多俄罗斯人提起过远东和西伯利亚，他们陌生的就像是我在说另外一个国家。从北京飞莫斯科大概要8个多小时，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飞莫斯科需要近7个小时。咱们国家很多大俄的支持者也许一辈子都没去过俄罗斯，大部分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也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远东和西伯利亚。这场俄乌战争对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人的日常生活而言，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当然也还是会有些影响的，因为物价上涨了，也时不时会有乌克兰无人机的骚扰。但是对于距离战场很遥远的远东和西伯利亚人来说，这可就是灾难了。俄军中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兵员是来自远东和西伯利亚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
他们是布里亚特人、雅库茨克人和图瓦人等等，伤亡最大的也是他们。我在西伯利亚城市乌兰乌德住过，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俄军驻乌兰乌德的第37摩步旅现在就在乌克兰前线，损失惨重。我问过我在当地的朋友，他们的熟人当中有很多人都收到了前线的阵亡通知书，真的好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汉人基本上早在100多年前就被大俄给种族灭绝了。现在留在当地的原住民大都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或者伊斯兰教，他们跟大俄的东正教文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大俄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控制力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场战争总会有停下来的时候，大俄的经济衰退也根本无法避免。他们对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只会越来越弱。那么未来这两个地区的民众前途命运如何，这真的是很难预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也就是说啊，在俄罗斯，不光是高加索区、车臣啊，在远东地区，在西伯利亚，那都是分裂势力的这个大本营呢。也就是说啊，有分裂的土壤。但莫斯科的控制力减弱，这西伯利亚这些地方，图瓦、雅库特必然啊要从俄罗斯分离出去。他们的矛盾啊由来已久，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向心力啊，也没有任何距离，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经济，大家也能感受到啊，俄罗斯现在是越来越依赖大国。这个依赖大国不是说啊，通过大国购买武器啊，壮大它的军事实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利用大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用与大国之间的合作来麻痹啊，来给俄罗斯人希望，让俄罗斯人看到亮光，非常像那个望梅止渴啊。这个我在最近节目里面经常说这个道理。你比如说啊，这个财经网报道，他说中俄新建天然气管道尚无定论。多家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称，大国俄罗斯和蒙古于9月2日在北京达成从俄罗斯经蒙古国向大国出口管道天然气的意向，说大国俄罗斯已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该管道规划容量为500亿立方米每年。但是大国的官方正式回应，国家能源局综合司9月5日回应财经问询时说，暂时没有可发布的信息，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进展。另据财经向多位业内人士了解，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备忘录属于框架性、意向性文件，大国与俄罗斯新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具体事宜仍需谈判。为什么这个大国根本就没有答应，就是还有很多细节还要谈，连价格对吧，这个最终谁出钱修这个管道，要不要经过蒙古，这都还没定下来呢，八字还没一撇。为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俄罗斯从普京到下面什么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再到这个俄罗斯能源部门的这个部长，都对外放风，对吧？说跟大国达成一致了，马上开始修了。为什么这样？就是我说的他们要给俄罗斯人一个交代，让俄罗斯人呢这个躁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望梅止渴这么大一项目，得给俄罗斯注入多少活力啊！这一个故事不够光天然气不行。所以说还有一个故事。9月8号，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透露，俄罗斯和大国已就让大国企业参与俄罗斯稀土进行开发，但尚未做出决定。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报报道了这一消息，什么意思也就是俄罗斯现在能讲的故事就是跟大国合作，借助大国发展经济，因为来让这个来掩盖俄罗斯目前越来越衰落，对吧？俄罗斯上半年的 GDP 只有1%的，下半年恐怕还要倒退，全年恐怕是负增长。仗打着打着，俄罗斯人发现给车加油加不了了，土豆也吃不起，鸡蛋价格飞涨，黄油也缺，经济一塌糊涂，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呢？所以只好讲这个大国故事。你总不能讲跟印度的故事吧，卖给印度石油天然气顶多这样，也讲不了跟欧洲的故事，更讲不了跟美国的故事，所以它只剩下一个大国故事。但是很显然大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们不要看两国外交部说啥，嘴上说啥，那都没有用，要看实际行动。就在8月，大国对部分经济体出口数据已经出来了大国对非洲、对东盟、对欧盟全部是在增长。对日本比如说对非洲是增长21%，对东盟是22%，对欧盟是10%，对日本是6.7%，对美国是下降22%，
这个好理解吗？跟美国正在打贸易战，而且美国出口咱们有个抢跑，这大家都懂。上半年把能出口的都出口完，下半年8月份就不行了，这就抢跑啊！你提前把活都干完。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大国和俄罗斯的出口下降17%，8月份啊，难道大国跟俄罗斯也有抢跑吗？也就是大国对欧盟、东盟、非洲的出口和对美国的出口这数字大家都能理解，唯独对俄罗斯的出口下降17%，这个好像不好解释啊。等到俄罗斯一解体，西伯利亚对吧，远东这些地方，他们就是向大国出口煤炭、出口天然气、出口木材，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不需要再被俄罗斯人压榨。你说他们会怎么选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